Hello，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来咯。我们当地美浓啊，好山好水系个好地方，除了贵多的硕士、博士哦，还有贵多的教育人才。不过大家有想到冇？冇想到我们美浓啊，睇高雄县啊，同时家属的比例会不会算过来呢？做乜嘅會有一個問題呢？就有先生發現到一個問題之後，佢都想嘅辦法，我來解決一個問題，用特殊來改善一個地方。佢係用乜嘅方式？裏邊有兩版嘅故事呢？今日我哋就特別邀請到美濃博士學人協會嘅顧金雄先生來到節目裏邊，好好同大家分享哦。馬上就來分享顧先生。主持人好，我在美濃博士學人協會嘅秘書長顧金雄。歡迎秘書長來到我哋節目裏邊。秘書長，我請教一下哦，頭先我有同觀眾朋友喺分享嘅時節，我哋當地美濃係個好地方，學幾多嘅碩士啊、博士，係幾多嘅教育人才。冇想到，幾時節既然有一段時間，佢睇高雄縣家屬嘅比例很大呢，佢會唔會算好來嘅？又係乜嘅問題？做乜嘅會有一個情形啊？其實當時啲我哋想啊，因為我94年歸美濃天書啲吼，我感覺我哋啲新人啲啲識讀同調查幾多，啊後尾我去由於做安尼講科學園同安尼客服啲啊，我發現講我哋美濃嘅97年啲啲樹真是差幾多，那啲就是講公園我將樹安尼講茂林鄉，所以我變嚟講就想到就同朱前講啲啊，我哋博士學從碩士高中安尼全國幾有名幾多。因為按人哦，所以咧底下就想講，一個情形，我哋可能講，因為一個改變，所以底下從一個開始，啲我哋就從一個家屬嘅啲方面咧，閱讀嘅方面咧開始。幾時節講家屬嘅比例個大，可能係小學，又係講國中，又係講高中，全部落強下算，又係講青春小學啦，國中要按嚟分。沒有，就全部都會算，就是4年的特殊的，就按你一般來講，國中小學安尼啦。青少年嘅部分。幾時節有想到，看到一個問題之後，想嘅乜嘅方式來去解決，自家有乜嘅規劃嘛？我想講，我哋樹地會有，我做得佢加出來，所以我哋揀出來看做得冇，所以我哋美濃博士學人協會所有的理監事，比如我就揀咗300人輩，我哋以前我哋一個高中，中山大學高中，也很多用高中，因為揀咗300人輩，所以我哋地輩理監事我哋揀出來就2-3千本嘅，所以我哋就透過我哋呢葉廣山的雜誌，我哋揀出去希望我哋相信有一個樹項，剛看到下書櫃裡邊看啲模樣。揀出來佢美濃咁4年嚟看下咧，所以咧當時差唔多200人嘅，我就差唔多揀9700本，我就停下來。喺全美濃就按到嘅嘛？係錯，我揀下來啲就我哋所有嘅鄉親來揀嘅啦。揀好嗰啲我哋就樹，看嗰啲點樣上，因為有個樹，啲當時佢簡單嘅方式就講，我就買一個箱嘅，一個箱嘅就看差唔多300本嘅樹，我就看每個學講嘅。我哋9件小學名，我哋就講小學同結中嘅90後輩，每人一看，2-3整日後，我哋就揀樹揾嚟另外一個教室，4年嚟看樹底下就會有安尼講前邊講，唔會查要上而且通馬嘅樹嘅地位，馬上就拿得到安尼。能喺做一個木樹之前，要去算講，人哋喺圖書館嘅樹太少，也係講無法度，大家冇提供一個資訊可以去利用。想想看啊，25年前啲人講，一個圖書館會幾多書啊？但當時嘅環境應該冇咁多嘛。我係想到講，一個最，伊圖書館嘅書屯啊，你我哋目前啊，大家教育界出來嘅書應該會冇相同。但當時嘅想法就講，我本4年簽下來去讀一個書安尼啦。所以一般公部門嘅書項啊，我冇依個機構講過，沿用一個某個方面嘅書嚟講。所以一個書應該講人講越多越好嘅。木到一個樹之後，應該像唔係應該還有職工聽書去整理吧？冇按到樹，那有法度一下整理好些。所以我哋喺美濃嘅時候就成立一個看書嘅地方，一個太教室地方，我哋職工嚟全部把書狀我分好樣分，每個學校時間到嘅4-5年後，我哋會書屯職工會屯每個小學，另外一個小學，一個種到另外一個種來分，所以一個東西我哋嗰度。感謝嗰度職工嚟去處理一個事情。印象起擺送一條書去到學校嘅時節，可能咧學生嘅啦小朋友佢能看到嘅時節，佢能有乜嘅反應冇？當然啦，就一個嗰度冇相同嘅，而看到盡咧圖書館學講嘅書係冇相同嘅，因為人哋過多元嘅書啊，對於我哋看到啲啊，所以當時我看到一個情形啲啊講，雖然看到一個東西，我哋希望講而看起了行出去。
所以也个我上另外一个方式，就不然带人托一朵树黑了吼，俺带人出去路边看一个世界安尼啊。你句方面吼，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你作为一件事情，目前本件的看之后，规划嘅差唔多1周嘅時間，當時開始係行通帶件人愛出去看。天意啊！按夾個天意啊，都帶件人。一個速度會夾啊，因為天意啊要帶人做，我看100本書以後開始了，我學講地位會分，第1名、第2名、第3名，樣做得去出去看。如果譬如面同介紹嗰度學生嘅咪嗬，人分嗰度，分母嗰度嘅人，分嗰度學生嘅。啊，分母嗰時候像鋼琴結社啦、副音結社、國社嘅吼，我就本國社年去安尼。我天拜吼，啲人太陽太陽水，我200個生日咧，6種遊覽場。哇，佢太真咧！我印象最深嘅就我睇下帶人，我哋寺院主場館啲啊，嘟嘟啲嘅遊園嘅比賽踢足球。啊，啲人帶來安尼講，我哋啲85大樓隔壁嘅吼，我俾人看從。85大樓看整個高雄市啊冇相同，嗰度生意冇來過高雄市看過啊。啊，我哋係帶去中山頭，太空裏邊去看起來，我哋嗰啲中山頭嘅菩提樹下，我哋就買麥當勞搶顏色安尼。啊，你哋咧旅行同其他人咧旅行規劃冇相同咧？我哋旅行唔係像我哋邊一旅行，邊一旅行以前我講要啲劍湖山啊，要六福村啊，我哋唔係，我哋去啲圖書局，我哋誠品書局一定去，哦嘅太學。比如我哋去台北，因為台北是因為我台北攀高雄嘅啦，第二班以後開始就台北桃園，我哋上去啲下我哋去培養樣呀，去個誠品書局去看，101去東安看，啊冇就去木柵動物園，啊冇就去我哋咧講淡水呢邊看安尼啊，啊寒天最重要，當然坐捷運，我一坐捷運啲下我感覺就你嘅最好嘅呢想法就講，生嘢從來冇一下5秒鐘去。睇到日比地位一樣上，我哋一下帶2種遊覽車生意，日比一樣去行。係啊，啊你會唔會講講生意咧？冇拄好都，唔等係差地位，其他攞杯。所以我就一個人睇人古5嘅生意咧。哇！全部爛頓嚟，砍頓嚟，送入去咧。所以一個就我哋一感覺生意有一個成長，我哋睇人買幾好啊。你出行到後邊，人有發現到講，生意咧係咪真是有因為安尼行出去，本件咧有改變，也有咁嘅想法。講吼，像人日本書體計有個生意像小同學，可以收中年級啲伊係咧家做吼，啊我係細啲伊去台台參觀過嚟，伊家講，伊看到台台啲係講，哇，秘書長我好想念台大。結果5年前伊考到台大醫學院，我哋面容280人，700歲考到醫學院咧就醫啊！哇！有個原因講有夢最美咩？都本佢看到嘅，佢都有那個夢想嘅，而且佢都實際上去出行一件事情。冇錯。啊，後邊咯，佢後邊還有繼續可能用其他嘅方式來回饋一個地方嗎？有啊，以最後一個成就就講，伊迄種做一個事情係了，後邊我哋就講，伊會幾多個鼓勵民眾聽書嘅吼，一個人啊，伊一個有計劃行嚟做，譬如講以前伊行在新住民2代目，我哋會敢唔敢講，伊會我有個下一個計劃底下有鼓勵民眾底下聽書，用與生有約，伊就用一個計劃嚟跟民眾嘅生意咧，同民眾嘅老人家帶來到醫學院嘅地方做檢查嘅，所以一生意咧有一個回饋安尼啦。嗰時候講一個計劃嘅名嘅，按到閱讀種子獎嘛，什麼記錄係一個起點，咁開始到用特殊一個方式來改善改變民眾一個地方有可能遇到嘅一個問題。啊，真是講，開始之後佢影響到嘅一條後生嘅總會變太人嘛，即靠一條太人嘅力量再回來關注回來幫助這個計劃茁壯。一個計劃裡邊其實啊，咁啊有2種，一個雖然帶出去台北啲啊，嚇桃園啲啊，我哋幾多旅北旅桃園嘅同鄉約太人，因太人哋咧事業有上啲啊，因幾分樣我哋咧學弟學妹過來，我有一種方式就講大手牽小手，我雖然去嘅，譬如講我哋民族叫做高中我哋得到帶去啲啊，我叫佢見小學嘅雖然都會去，所有鄉親一天有演學長演畢業嘅。所以我啲下我係間嘢特別重視嘅，就講不然依個留念講啲下街，我哋譬如福安介紹、美容介紹來，我哋咧生意咧同我哋咧鄉親講下特別重。唔想看到一個生意特別呀，講以後我睇嘅，我咪想要回饋人哋。啊，天爺有一個方式就是說，生意也有第一個情形，講我哋咧總比出錢出力來間嘢，不然促成一個商業出來，咁啊，而生意就會感覺講，我哋鄉親其實佢疼愛我哋。
观众朋友，冇想到，今日秘书长竟然解决问题嘅方式，按好按贴片呢。我地杯听嘅嗰度感动嘅故事，但係竟然很樣板做到嘅地杯，還有又有樣板冇樣樣故事。休息一下，CB茶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啊！前面秘书长有同人哋分享嘅，今日發現到講美濃一個地方吼，家屬嘅比例各大一個問題，吼，今日都想嘅閱讀種子獎一個計劃，用一個方式來鼓勵吼小朋友學教嘅吼鄉下來讀書解決一個問題。但係人哋第一講鄉下教育嘅部分，真是像一個問題下，還係講今日又發現其他嘅問題呢？繼續嚟請教一下秘書長咯，秘書長。我想講啊，也參嘅其實看到幾多嘅新聞來講，其實唔單止學種啦，吼，唔單止美濃，有幾多嘅地方有講，新住民嘅比例有高高一些。啊，前面嘅時節也有同人分享到，也有發現到，新住民嘅比例高高，啊，一個部分會影響到地方上教育啦，也係講有其他嘅問題，有觀察到冇？因為新住民嘅問題，其實40年前就大概就出現嘅問題，因為大家冇注意到。從美濃地區來講，應該以客家莊裏邊或全國的鄉市鎮區來講，美濃嘅新住民嘅比例應該算是全國最高嘅。那當時做乜會新住民咁多？因為以前係做農業嘅，人哋細年嘅讀書留下來。咁冇人講呀，做農業啊，咁細冇一個唔係家人，所以當時差唔多60年、70年有嗰度成立嘅，我感覺變咗一個經濟婚姻。研究過嚟啲啊，其實我另外一方式想，因為我哋血緣冇相同，其實我哋對客家種嚟講，是個好事。因為我哋像你講，日本同英國嘅血統地位，原來嘅皇室血統太新，對群啲會產生幾多新人出來，嗰度唔係講幾好。所以我感覺有個問題，雖然是講加嚟幾多新住民嚟講，我想也對我哋美濃或對客家種嚟講，也是一個好事。如果講新嘅法律啦，但係有個新嘅法律會有衍生出新嘅問題，像我自己面對嘅，如果有可能佢媽媽係新住民，喺教育方面係唔係有個語言嘅問題？像以前我哋都講有隔代教養嘛，可能阿公阿媽阿婆喺教育嘅時節有可能佢教嘅國語發音都冇嘛標準嘅。啊，新住民嘅部分應該也會遇到一個問題啊。所以我閱讀啲其實我有感覺有個問題就冇一個事情，因為新住民加到美濃啲伊嘅語言同我哋美濃言談唔實。言嘛唔係講會講嘅，所以我哋教育細年嚟啲我哋嗰度東西會透過細年嚟學校，我哋透過閱讀啲新住民嘅媽媽做唔到教育人嘅所以有個從閱讀裏邊，我哋從細年嚟以後，我哋有乜嘅發展我哋幫助一方面嘅家庭。所以我當時我哋想法就講嗰度希望我哋當時就會希望講克服啦，冇就種科學研究，我哋提個優先分啲細年嚟先。我哋美濃細年嘅最高啲公認嘅時候，記得100年啲我哋統計出來100個細年裏邊有48個係新住民2代。48%。跟美濃差唔多就20多30%咧，細年嘅讀書嘅按你算高呀，所以他咁冇注意一個情形所以我哋美濃有幾早就開始注意一個問題嗰時講經過一個發現到一個問題之後，能用乜嘅方式可以去聽數佢哋，包括講客服，頭都有講到話客服一個詳細內容還可以同人哋分享一下冇？像閱讀、科學營，我哋還有做呢，我哋一般嚟講棒球嘅啦，我哋體育嘅，講我哋有個出擊嘅啦，講我哋有個就講我哋。而都靠佢家境未講幾好命要做啲加錢加別讀書嗰度，所以我希望嗰度有一個方式，幫忙而行入嘅條路行個過好些如聽聽能用幾多種嘅方式，包括鼓勵獅子鄉嘅也好啦，其他嘅榮譽嘅也好，都聽數鼓勵佢哋。唔過細年咧有睇嘅，佢哋有能力嘅。唔過假使講媽媽佢哋想要有。鄉下同細年嘅鄉下成長有個機會，可能係有個語言嘅幫助，唔能入去聽書嗎？有我哋有個親子共學我哋有教細年嘅有逐夢計劃，所以我哋撲下去都聽書教人聽書所以我哋美濃嘅我哋協會裏邊每人都會選5個新住民嘅，對我哋家鄉對細年最好嘅我哋選5個講優秀嘅新住民媽媽。
得奖，一个人2万元。哦，我说几好的呢。所以我哋是希望感觉，伊对我哋家乡付出很多，对我哋客家中付出很多，所以我又照顾公公婆婆，又安尼照顾生人咧，所以我哋对人新住民，我哋其实我哋以协会来讲吼，我哋对人就是可感谢人愿意加入我哋闽南人。按你讲方咧，其实你能够做发现到遐度嘅教育嘅问题吼，能也实际方提闽南一个体系吼，这项嘅改好，喺没有其他地方啊，也会看到一个情形，也免到讲可以加入能嘅方式来天数解决一度相似的问题，我有按你情形吗？有啊，安尼所以一般以前有去跟中华花园上吼，在这边有请教有个员工，那么希望讲也生人特殊家属的有冇？像安尼情形加特殊特惠人都在带人去，员工蛮多钱，人坐有应该坐火柴去弄花莲行过来的吼，暗到样请人食麦当劳安尼，也冇像安尼去2年以下安尼特殊的安尼阅读种子安尼情形安尼。但係今日嘅時間嗰段，它係有共用嘅一個內容同方式安尼。所以生人的研究，因為從人工嘅方面要去看啲下就會冇相同，所以我研視過我哋生人嘅後邊我哋嗰度生人上嚟啲下，我哋帶人做講做啲出極特殊啦，至於嚟到做乜嘅啲下，我哋都會幫助伊啊。秘書長，唔能咧協會啊，其實都係做一個事情，吼，係唔係唔能協會地部嘅成員全部都係教育嘅一個經驗。我跟主持人報告跟總報告，我哋每一類博協會啊，第一個你聽開助理教書以上啊，博士，吼，第二唔該做教總，好，所以我哋建協會裏邊目前有115個呢，助理教書以上嘅教書，啊個係80名呢退休嘅教總，就現任嘅教總安尼。難怪哦，我想講，應該對一個按專精，應該都全部都係地部嘅專業人士啊。其實也個嘛是，我是感覺也希望鼓勵天數就天數，冇強求，所以闽南經常有400人嘅博士，250個教總，每個人有時間有鼓勵，我哋希望有時間嘅人就鼓勵天數安尼，所以我哋冇講冇強迫大家安尼啦。我有面到講一件事情咧，幾多再來講一個閱讀種子獎嘅一個計劃好嘅，當時唔能有規範講哦，乜嘅一度間學校嘅究竟學校嘅地步吼，有哪些小朋友透過嗰度教本線上去講判定嘛吼，有印象講最多可能嗰1年嗰一段時間地步讀最多書嘅小朋友有印象冇？有，原生嘅時候，原為嚟講，除咗係有規定，當時前幾年規定講，我細時讀100本書以上，才會排喺頭前。迄段已經年除嘢，也全部變數就會歸零，開始在讀。所以講咧，一年吼，以生年嚟讀150本、200本來講，一樣做得變得頭前啲嘅，一樣做得除了。所以我感覺一個就是對生年嚟講，以讀越多書越多，對嚟講，伊嘅知識會過多呢。生年嘅假使講佢今年有得到獎嘅吼，可以出去嘅，可以說。下一年佢共用按3萬，佢還好可以繼續有一個機會嘛？分樣啊，最希望就按咧，因為嗰度生人就會從前人重複，要連續5年來參加嘅。哦，5年哦，啊唔都佢都讀到畢業都可以明年就嚟了。錯噶，就是我可能低年級開始一直到高年級啊那樣。人一個志工吼，有限志工嘛？個條件一來可以來做人嘅志工嘛？其實我大部分人都適合嘅線上同安尼家長費嘅都個多安尼啦，志工所以冇。如果過嚟天數嘅人就嚟，其實前1-2年人都有志工，第3年以後人全部回歸學工地位員，我以圖書館地位去簽書安尼。如教本個，你前面可能係用鼓勵嘅方式，才地方上嘅嘛，後時唔嘅書都全部教本嘅圖書館。闽南介紹。哦，介紹機會。哦，係安尼哦。有個書應該我哋當地書不是睇看會有孝順一條，故說唔能將木一擺嘛，也要講後時面有時間咧，有機會可能固定一段時間會再重新整理，再木一擺要跟你書。其實我當時嘅想法就個動機就講個總會會好，後尾就歸本公部門嘅，所以變得全部喺圖書館員就會處理嘅。所以我哋喺闽南介紹嘅書，後尾我哋就會一部分嘅書都是都闽南嘅，因為當時闽南你安尼圖書館吼。本來咧中埔係會咪好加差唔多10年後，我哋就建喺我哋最新嘅圖書館地方，吼，變咗圖書館我過好嘅，見我哋圖書館過正，所以我哋書空喺地方，也冇喺地方讀。就真是入片係作為咧起頭，叫做起頭，我哋送嘅一產品，大家可以自力更生運作嘅時候，如教本我哋只是圖書館啊，學校去執行。
系啊，我都明到讲，其实我印象伫到迄种迷农的时间，我记得讲，伫尾种讲啊，图书馆嗰度吼，睇乡公所嗰度附近咧种讲，无印象伫到像前面有讲到，20年前竟然想象唔到顺后嘅牛埔嘅呢。唔错。哦，真是一个大蛮神奇嘅事情啊！成立也推动一个计划都更加差唔多皮有嘅一度嘅人才，我講嘅人才係講，佢真是有在回饋本一個計劃嘅，唔定有詳細去統計過嘛？其實特殊嘅方案，我哋希望我哋當時嘅想法就講，我哋有特殊出去看起嚟方案，第2年、第3年啲我哋有個100年啲就做一個作文比賽。作文比賽啲人就嘅回饋就講，我哋新年嘅讀起嚟吼，人講嘅入來出去，寫作文就出去咩？好入來啲人就會講不願意看到我哋出去，願意看起嚟，我哋書就出來。所以一個書就我哋以前我哋就開始100年啲開始寫作文比賽嘅。哦，啊寫作文比賽嘅好處就講，我哋就是推另外一個方向，我哋就從家鄉裏邊就講，這段新年咧，比如講第幾個就講。行上行下唔到美濃山下，有些人就看到書底下，為了一個比賽底下，就開始誒會寫出來，所以回饋來講啊，感覺一個就最實在。我想看到一個新年30分鐘、40分鐘，我寫一篇作文，寫很好，我哋寫好，我就該編了一本書。所以新年嚟想看啦，講有一本書編出來講，我會跟新年嚟講，30年、40年後，已經做阿公阿媽啲啊，就該跟新年講。我以前很寫作文就在地背，所以我一書就地背講啊，我哋每件小學各種都有。啊，其實就上到有個寫作文，算係比賽嘛，係自由參加嘅。我哋寫作文比賽吼，一個作文比賽最多啲17、18年只嗰度學生咩，最多啲500人嚟參加。哎呦，美濃鄉小學各種高中500人嚟參加比賽啊。以前的印象哦，像一種比賽有時節啊，喺鄉下地方，唔係講線上點出去比賽，真是係講個冇人參加呢。唔係佢就唔講有閱讀嘅人細年就會上來參加。而上一表睇佢可能某個東西有某個感想啊呢。將係細年嘅各種提名啊，就比2000元，提名1500嘅，啊小學嘅就1500元。我細年嘅就有一個獎勵咩？我最主要目的獎勵係咧，演奏咧家嘅作品講係咧。作文集地背。啊，你改好呢，老師，你看像今人可以讀書吼，出去聊，啊又可以喺寫作文之後拿到獎金，甚至於講還可以本人家看到人哋這個作品，哦，掛喺教室啊，有一個門口，那本人看得到係一種榮耀，係吼。係啊，觀眾朋友，冇想到啊，其實用一個地方吼讀書出去聊，又寫作文拿獎金，其實真是可以鼓勵我哋啲小朋友、我哋啲青年嚟吼，更加去認真去讀書，哦，表達自己想嘅學到嘅東西哦。但係還有更多無窮嘅教育問題、教育嘅方式。休息一下，第3段我哋再嚟同大家分享哦。各位勇士寫出這個心中所講的話、想的東西係幾好的事情。但係呢，假使講我哋這個作文應該要有啲題目係夠好寫吧？像我哋秘書長今日每年都喺辦一個好寫作文的比賽嚟講，今日每個主題係講本學生嘅單純去寫講這個想要寫的東西呢，繼續嚟請教一下秘書長咯。秘書長，我哋呢小朋友看到愛讀書，前面時間我哋有討論到過嘛，本期嘅人可以有想法去發想講這個想要講嘅東西，但係寫作文有嘅，能冇本期嘅一個主題嘛？係講我根本想要嚟講，我可能打棒球嘅感想，係安尼嘛？主持人根本咧講好，我當時會想嘅一個情形就講，本身人嚟了解家鄉嘅事情，所以我哋希望講嗰道題目，譬如講係天鏡啊，個單純嘅就講本身人講，行上行下唔到美濃山下，像天鏡我哋又會寫嘅文化創作嘅行業咧，就講。南農地區有100年咧，我哋會細年嚟講，全美濃市嘅細年講，一個地區裏邊，南農地區100年之前開墾嘅情形樣嘅，有咩感人嘅故事冇？所以我哋會每年嘅故事會冇相同，我哋會半年前會計講一個主題嘅方向，也會以前題目，對先生嚟講，最後一個我哋吼對美濃嚟講，也會同了解客家嘅文化、客家嘅語言。對某個東西有某個相關，然後半年之內也會以讀一個書，
嗰所講唔能也個寫作文咧，也個比賽，也個發通，最頭下嘅時間都開始有一個固定嘅主題，也個主題每一年都會冇相同。好，我哋會主題會計分篇，好，將我哋見瓜子有山有火，我希望講本年瓜子啲講用去保護一個山林一個東西，有關係。好，所以一個我哋啲主題啊，因為最多嘅聲音咧就講，因為感覺本身咧看一個樹喺度啲啊，經過一個主題，我哋會經過啲個人一公布啲啊，好，聲音差唔多3分鐘到5分鐘就已開始寫啲啊，我寫出來，所以也冇題目冇不言先啲。嗰所講今年參加一個比賽，唔係睇自己錄下寫，係睇一個地方，大家搶下來寫，安尼馬上差唔多半點鐘1點鐘都會搞出來安尼。從我哋就接合呢個地方啊，就想到從頭先啲我哋閱讀到我哋每個結束嘅高中嘅帶聲音出去，一個比賽啲我哋要面對3件結種，係每件3件，每人主辦一件，所以個地方我哋會睇啲來主題都冇相同，而最多啲我哋有500人嘅人來參加一個比賽。真是大忙動咧！前面嘅時間就講到我都問啊，一個作文比賽吼，看雖然講有獎金啦，但係愛本按多年有興趣來參加，係冇簡單嘅事情。所有嘅人全國都可以參加嘛？而家係希望講闽農人嘅聲音咧。譬如講一個文化嚟講，我哋就希望講一個家鄉嘅事情嘛。所以我哋有董事嚟講，從開始啲自己家鄉自己愛安尼情形嚟做一個。所以我哋希望幾多鄉親來聲音咧都鼓勵闽農參加一個比賽。所以一個比賽希望講問大家了解家鄉有乜個事情，有發生乜嘅，有乜宣傳自家家鄉嘅乜個事情啊？行喺為咗睇闽農一塊土地上，嗰所講希望喺闽農呢些人來參加，係優先啦嗬。像安尼一個比賽，一個發通，應該會有一個固定嘅舉辦嘅時間嘛？5年也有嗎？有啊，所以我哋以前嚟講半年前我會公告一個，將我4月咧就公告一個主題到6月咧、7月咧、8月、4月會看書啊。我哋最慢就10月底到11月初一天可以來比賽。因為我哋編一本書，裏邊幾多時間後，我哋還要做校正，要改編排，我哋編一本書出來。我哋11月底來頒獎，所以我哋一般嚟講由10月底到11月初來比賽。差唔多睇年底嘅時間嚟比賽。唔過睇半年之前都會先公告一個唔係題目個，係方向。不過呢個大方向個，我哋可能今年咧係土地，也係講人文咧，也係講生態方面咧。真是題目唔能夠睇比賽同一個將人家公告閱卷啊。但蠻神奇嘅，算有點刺激哦。最好嘅我感覺有個方式就講，當4年咧將我哋比賽係嚟學我哋本嘅。天意我哋一陣早上比賽咩嗬，當初我哋要閱卷，差唔多3點我哋就公告。我哋咧比賽嗬，我哋全部密封，4年咧唔點乜嘢寫嘅。我哋閱卷老師全部我哋咧讀下 V 啲嘅教狀，闽農人咧做現地嘅教狀都做唔得改，全部攞杯教書團攞杯做教狀嘅鼓勵聽書改。過起嚟要係印象佢層咧，係個4年係有擺天意嘅嘅時候，人哋家長非常說狂賀某某某小朋友得到高年級第1名，一個封字單就出來。得到有個獎項，特別用下封字啊那下。要得得睇門嚟公告啊！查個點字炮嘅。唔過，比如說，你做乜嘢堅持一天愛攞杯嘅先生嚟做閱卷老師？因為安尼個公平。安尼4年嚟嗬，安尼一般做嘢東西，而且公平，學校嘅教狀、學校嚟計啊，就做唔得。冇年前嘅壓力。人呢對人嚟講，安尼個尊重人嘅專業安尼。但係按你照理來講，像講嘅早晨可能比賽下組閱卷老師和評判都係嘅嘛。按你係唔係閱卷嘅老師壓力過大？可能像最多能有500人嘅人嚟報名啊，最少也可能有8個呀。閱卷老師一多少來批改咯？通常我哋會有像16個到20個先生嚟改。唔係少呢？嗰多年係做特別做高鐵下來呢。全部人工自工啊！這樣也是當主犯啊！包一啲片同大家4天班嘅人都工作係有哇，真是老師做先生冇簡單嘅。有啲老師每年都固定嘛，也係講大家會輪流。一個先生係跟他係報告，有人嗰度係有，甚至於講檢察委員有嚟做過，教育部嘅次長有嚟改過，國教署嘅署長、副署長有嚟改過，睇嗰個教長有嚟改過。你參加一個比賽嘅乜嘢學生喺度講，人哋咧考試卷都係人哋咧有部長級啦，人哋乜嘢嚟改過嘅。我唔錯。
哇，真是蛮神奇的。啊，不过，这时间能一开始规划到一个作文的比赛的时间，如有按到一个闽南后生文学奖一个名字就已经上好的嘛。没错，我哋就是想希望后生人看到一本的更读字典，以后我哋远远长长喺度人讲的吼，最主要係感謝一個人。安尼一個黃永南董事長，伊差唔多係100年都寫作文比賽，啲人每年都參加作文寫比較1000嘅。伊天年研究講，伊全部都出。咁應該沒講，也允許沒講過吼。伊判咗6年啲，108年啲，伊過身。伊過身嗰啲，伊家講，伊計劃講，我過身前1禮拜，希望講喺天數再延續下一日嘅作文嘅比賽。伊家人咧。生年嚟講，幾多錢的？1000萬。哇，1000萬將本日嘅獎可以延續下去。錯，雖然講係20年、30年，人家辦下比賽都唔是咁人目看嘅。所以佢感謝黃永南董事長，伊安尼有一個錢安尼延伸下去安尼。哦，這樣安尼一大筆錢，有可能有個人嚟做法係講，自家都成立一個基金會，給到吼來運作，甚至能就。特別俾到有個種哇，有個董事長，伊個好讀書，所以伊個認同有個東西，所以我感覺嗰度東西喺家鄉哈，甚至另外一個鄉鎮哈，其實嗰度企業家其實可以做一種文化扎根的事情。也係講唔能做嘅事情係對嘅事情，大家有引起大家嘅共鳴係安尼意思啊。嗰時候真有發出講想到將有個董事長按好來資助有個計劃。啊，不過前面分享嘅時間，我談到一個特殊嘅名詞，頭都還冇面到其他上行來繼續強調下，比如說文化判種係乜嘅事情，就同寫作文有用辦嘅關係咯。應該有人講，從天意嘅人哋要判一個就闽南地有個地區，南農地區100周年嘅那個100年那個開墾嘅記錄啦，吼。啊，我哋上講雖然本人了解講南農開種嘅事情，啊，我哋就聽啲南農地區有個五穀廟，好啲大的廣場上看啊，有500個生人嚟啲大廣場地方去寫作文。啊，我哋地方展現出一個咯，我就100種族，一種族坐5個人，生人要坐喺人嘅圓桌地方寫作文。啊，我100種族就說，我一個5種族，5個人坐一種族嘅，100種族生人要喺大廣場之下。啊，我所有嘅先生同爸爸媽媽全部睇攞嚟看，做唔定呢啲地方，所以我哋文化辦作就用判作沒食飯啊，這樣寫作文比賽，就用我哋判作嘅嗰種作豐盛咧，豐盛咧。哦，個場面一定嘅壯觀咧，好500人嘅按到人全部圍下睇嘅做嘅方案嚟寫，啊，咁樣寫半點鐘、1點鐘安尼嘛。哦，安尼大家幾厲害呢？啊，幾時節嘅判文化判作有個現實嘅時節，幾時節嘅主題係乜嘢啊？哦，當然啊，就會寫講，譬如講。閩南嘅吼，南農地區開莊的故事，所以你就會想一個故事咩？有人有講，因為我對這邊的一個片的一個想法，所以一個主題裡面就圍繞到他那個地區的一個故事嚟講，想。安尼故說講每一年吼，全部在成果都變做安尼一個耕讀機一本書嘛吼，啊，持續體界都更加頭都秘書長有講，15屆，今年要寫16屆，所以我想對個裡邊14屆聖經還有個出個題目，假如我在其中，如何把家鄉變好？雖然講我一個200人嘅生意寫，我喺其中喺上網有寫，寫出來啲人講，我哋始終我哋其中嘅規模，200人嘅人嘅想法冇相同，所以我感覺有個題目對對生意嚟講，我用變嘅家鄉變強，或者譬如面爸爸一樣嘅，你成日做變得過清楚一樣嘅，有個全部嘅生意嘅地方有。雖然講有嘅可能還係個天真的一些想法比較有趣，但是也算係一個了解我哋地方上吼，這個會不會後生人其實係用辦上嘅一個方式？錯啊，有個就是幾好啊，像另外一位一百下嘅我給家鄉的一封信。有個嗰度題目就是說，希望生人嘅也想法，我哋對我哋他人嚟講，我哋會用反向思考我哋嚟講。幾好嘅啊！所以生人而家想出來，伊看到嘅，伊唔係希望做乜嘅，伊講出來，
俺探人地人的新生嘛个，安尼是最重要呀。古时讲其实俺探人啥都唔得讲，俺后生人嘛个拢唔懂哦。其实佢能开始看书诶，佢能嗰开始了解一个世界，真是透过一个方式去了解这个家乡、这个土地之后，佢能写出来可能系好些米，有可能做到嘅事情哦。观众朋友，根本你俺哋呢，比如讲分享嘅一个故事，係唔係本大家有幾多嘅想法呢？其實俺哋後生有幾多種嘅可能，係俺哋愛本佢哋機會，從一個鼓勵佢哋讀書開始，鼓勵佢哋認識自己嘅家鄉、自己嘅土地，最尾行去做乜嘅？從比如講佢哋講嘅，看係咧上好嘅，我哋寫出來就有一個記錄，下一擺有可能記錄會變做俺哋土地上最寶貴嘅資產咯。秘書長，今日真是幾感謝你哦，來分享一個安徽嘅故事呢，好感謝你哦。感謝主持人，我嘛希望我哋台灣地區所有嘅鄉鎮市區裏邊，喺都能有想去做我哋扎根嘅方面咧，閱讀啦、作文比賽、歡迎來請我哋闽南博士人協會，我哋非常嘅感謝，你有一個機會我哋嘛，佢做啲分享俾大家。教育讀書一定係重要，但係健康也係一定係重要，大家都聽聽先生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福起來節目嘅鄉親好朋友，記得點讚訂閱客家電視台頻道，順勢聽書分享出去哦。